石门无田的田庄阿伯啊，人在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。自细汉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，找着女工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虚伪。请石门无田的田庄阿伯啊，人在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有想要来去都市，找着女工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虚伪。请石门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在讲对面彼间工厂是毋是？大哥是卖银人，阮想要来去。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打算较利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意。请石门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在讲对面彼间工厂是毋是？大哥是要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我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。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打算较利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意。请石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在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。当前我低头试数，伊我无希望。阿叔借钱也要忍耐3顿5顿。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，有一日总会知着心情的轻松。请石门头的办
讲阿伯啊，人在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。阮虽然也少年，拢不知半项。当真我爬到青山，比我无希望。假使借钱也要忍耐3工5担，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。有一日总会知着心情的轻松。